上紧10月下旬，就会普发现金1万块，是教会法师发起旧年的运动，呼吁政府提供民众会当把这1万块转入国家救命钱的选择。行政院长窦英泰早起嘛，甲这个推动人士来见面，表示讲真感动，大家愿意牺牲权利来回归国家。另外，民进党立委开记者会是呼吁重启在违法的修法，爱行政院赶紧提出草案。财政部嘛主张讲，爱全面来检视在违法。普发现金1万，上紧10月下旬发放，也毋过即马有无共的声音，法师社交会号召记领普发1万，呼吁政院设立国家上命专款账户，互想要记领的民众捐入。行政院长窦英泰19早起接见社交会顶人。普发1万的运动的言论有太多的，可以说是认知作战。他让民众认为不拿白不拿，而没有让民众知道原来是举债来拿。希望聆听大家的意见之后，我们能够有一个对全民来讲最容易达到这个目的的做法，善用大家的这种爱心跟对国家的向心力，来凝聚一个更强大、团结台湾的力量。同款引起讨论的也有在违法，几啊位联合立委早起共同召开记者会，认为造成即卖版本毋但危及中央财政能力，更加加重社乡实行东北倾南的问题，呼吁行政院甲每一个关心在违法的立委都爱赶紧提出草案。修法出来的结果大家都非常的清楚，在垂直面的分配也好，在水平面的分配也好，都出现非常大的问题。因此呢，我们希望行政院呢能够赶快提出这个法案。民进党的党团他们也觉得行政院应该要提新的版本出来说，民进党的执政党团跟行政院当中到底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？为什么党内的时候行政立法部门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歧义？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、高雄市长陈其迈、屏东县长就春美等人也拢翕影片赞同重新修正在违法的主张。财划法呢，要全盘的来去做检视跟修正，而不能只单一去解决这个公示的问题啊。行政院财政主计金融处副处长李新辉表示，行政院爱全盘检讨在违法，各家各县市充分讨论，以达成均衡城乡的目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